茶餐廳點解可以代表香港？講到最能代表香港嘅地方，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諗到茶餐廳。但茶餐廳點解可以成為香港嘅象徵？其實唔止因為佢賣菠蘿油同奶茶，而係因為入面集合咗香港人嘅生活方式。首先，茶餐廳係一個人人都去得嘅地方，無論你係學生、打工仔、老闆定係退休老人，茶餐廳都唔會分階級。一張卡位，一張方台，大家坐埋一齊，食嘅可能唔同，但節奏一樣快。呢種平等同實際，正正就係香港社會嘅縮影。第二，茶餐廳反映咗香港嘅效率文化，落單快，出餐快，食完快，唔會慢慢傾偈2個鐘。侍應講嘢直接，唔係無禮貌，而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啲食，快啲走，下一枱又可以坐人。呢種唔拖泥帶水嘅方式，其實同香港人嘅工作同生活節奏好相似。第三，茶餐廳係中西文化融合嘅最好例子。餐牌上面可以同時見到西多士、通粉、豬扒包，又有叉燒飯、雲吞麵。英式紅茶經過本地改良，變成絲襪奶茶；西式早餐加入中式口味，變成港式特色。呢種唔執着正宗，但追求啱食嘅精神，正正就係香港。另外，茶餐廳亦係香港人嘅情感記憶。好多人細個跟屋企人去食早餐，放學後去食下午茶，加班後食個宵夜。茶餐廳唔係特別浪漫，但好真實，陪住幾代香港人長大。所以，茶餐廳之所以可以代表香港，唔係因為佢高級，而係因為佢實在。佢快、直接、多元、包容，同香港人一樣，可能唔花巧，但一定有效率，而且夠貼地。